吉隆口岸嘅道路、通訊同電力中斷。日喀則市當局喺事發之後第一時間啟動緊急應變機制，統籌協調專業救援力量，爭分奪秒展開搶險救援工作，並且組織多個團隊趕去現場，負責救治傷者同疏散居民等等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作重要指示，強調當務之急係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，轉移安置受威脅群眾。抓緊救治傷員，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，並且加強監測預警，防止再發生災害。央視記者話，搜救人員喺吉隆縣災區附近搭起一批救災帳篷、發電機同照明設備，每個帳篷有4個床位，俾災民臨時棲身。當局又安排包機從成都機場出發，將救災物資送去日喀則市。國家消防救援局同應急管理部調派超過100名救護人員趕去災區。尼泊爾方面，大量洪水石泥湧向建築物。旅遊局話，失蹤者包括徒步行山嘅當地人，亦都有外國公民。印度朝聖者佔多數，另外有人嚟自美國、英國、澳洲同加拿大等。部分建築物嘅2樓遭到泥石掩埋。有災民話，事發嗰時好多人準備返工，洪水將整個市場沖毀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美國等國家，仲有歐盟話同尼泊爾政府聯繫，準備提供協助。英國廣播公司指出，由於發生山洪暴發嘅地點附近有2個高原湖泊，亦都係佛教、印度教嘅朝聖地，因此呢段期間特別多外國遊客去尼泊爾。紐約時報引述地質學家嘅初步分析，話喜馬拉雅山可能有冰川融化，連同巨大嘅石塊從高處墜落山谷，引發大規模冰石雪崩。喺倫德河形成堰塞湖，隨住上游水位不斷升高，最終洪水向下游傾瀉。無線電視記者朱兆榮報道。有土力專家話，脆弱嘅泥土加上極端天氣，容易引發泥石流。有行山專家就話，尼泊